花絮在地新闻，后来乡亲啊，咱继续要来讲癌症，其实无遐尔啊可怕。咱来看两个案例，一个是鼻腔癌，一个是肝癌，拢已经末期啊。医生讲过活拢无偌久咯，但是这两位朋友毋若度过医生预告的准活期，而且即摆因的身躯内底拢已经找无癌细胞咯。到底因是安怎拍败癌症呢？咱做回来看。有人问我说，我怎么看待我得了癌症这件事情？我说就把它当成感冒。你全身哪边有癌细胞？鼻腔、脊椎、肝、肺、淋巴。逐工运动，每一口气拢输甲真深，伊是以后才会体价其实较早捌互癌细胞占去。 30几岁到40几岁都希望有一些成就，所以我是花很多时间在工作，然后工作你常常会因为时间啊、压力啊，还有应酬等等的。李敖本来是伫传销公司做执行长，却伫43岁生日拄到人生最大的挑战。很多人听到这个，心里会想说90%温企业嘛，因为医生说我2年的存活率不到10%，可是我看到的就是还有10%。李敖是鼻咽癌的末期，化疗时头毛落了，昏倒伫病院，因为伊的面总是挂着阳光的笑容，伊选择正面面对病魔。我要告诉你，你的人生不是一成不变，是你不敢改变。 伊开始接受邀请去演讲，嘛世界旅行，为可能活袂过2年，即摆已经过5年啊！即阵淋巴的肿瘤加在无变大。我老婆、我小孩，就是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动力，我必须撑下去。像李敖同款的抗癌道士，要有伊北医公寓所的教授韩碧婷。我上班带的包包啊，你里面也有点心啊，里面也有什么绿藻啊。 摕出一罐一罐的物件，内面底拢是家己拍的养成分。这里面有20几种食材啊。为早顿开始对食的健康就真讲究，伊嘛是台湾头一个去探讨青蚵仔事件的教授。教授也蚵仔的事件伫当时引起真大的风波，毋但安尼尔，伊嘛是无分餐厅的推手。其实伤害了自己，也伤害你周围的，可能是你的亲人。 9年来，以捍卫公共卫生环境之奋斗，不过什么人嘛想袂到，讲2008年肝癌会找到伊。我内心不快乐，或是很纠结、很委屈，那它就是引爆我最后产生肿瘤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。切掉2/3的肝，经过25摆化疗，这条艰苦的抗癌路，因某是最大支持力量，不过嘛是心内上深的思念。 他在家里当然就从吃的开始嘛，所以每天准备的3餐啊，真的很用心啊。他有讲过一句话，他说他不满意的时候，他说哪一天我生病的时候，我看你能不能像我这样对你啊。那这些其实是现在想起来，换了谁都很难做到。 爱妻全心全意伫食食方面甲照顾，不过伫2年前得了癌症，无渡过难关。所以这个过程没有走过，之后你会发现最多的很多就是类似后悔吧。教授感念因某爱继续养生之路，从此体悟，因要对抗的不是病魔，是无好的生活习惯。因为切除肿瘤到即马唔捌阁压起来，其实会使为癌症活落来的人有真济。 幸存下来的人啊，他们在面对生活的压力，还有他们的这个周遭可能对他们自己有产生的压力上面呢，都会觉得他们有一些特殊的方法，去排解。正面的思考，唔惊，这是抗癌的关键。癌症虽然可怕，不过生命无限可能，比病魔更加强大。